主后2023年9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定心之矛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传道书12章第80到14节。传道者讲：空虚的空虚，一切拢是空虚。传道者毋但有智慧，阁继续对民众传授知识，伊阁静静听查考，照次序编排真济箴言。传道者专心找激励人的话，正确记录真理的话。智慧的人的话亲像刺棍，偏执者的话亲像顶条条的钉仔，拢是对共一个目者来的。我的囝，还有一项，你着受劝诫：拄册济，无恭敬；册读济，身躯为野善。这个事你拢已经听了，结尾来讲，着敬畏上帝，谨慎守伊的诫命，这是做人应尽的本分。人所做的代志，甲一切秘密的事，无论好也是歹，上帝拢要审判。定心之矛，传道书就亲像一位智慧长者，伫世事经贴变化中间，超找着一条智慧之道。伫种子山林有提到，种子伫树林中看到一丛真大丛的树仔，因为伊的无路用，受错查的工人弃杀伫山林中，伊也因为安尼长成变一丛巨大的树。当种子离开山林，来到一户人家，主人命令仆人杀一只雁来招待人客。仆人将厝内的2只雁，一只会叫的雁，甲一只袂叫的雁，互主人挑选。主人吩咐仆人，甲迄只袂叫的雁杀来宴请宾客。种子的学生必须不得其解，为甚物树会无用，互伊通将其天然；雁会不明，却为着伊招来杀身之祸。其实大树甲不明之雁的故事，是爱咱对有用甲无用保持开放的态度。传道书伫最后，互人一个深刻的反省：我的囝，还有一项，你着受劝诫：拄册济，无恭敬；册读济，身躯为野善。传道者提醒人，将其一生企图追求一切知识，敢若会导致身躯的野善。著作搁较济，也无法度详述一切的道理。最后，传道者提醒人，一切世上的知识甲道理，不过是空虚，拢是掠风掠影，亲像云烟消散。多多只有敬畏上帝，谨慎守伊的诫命，才是日光下面有意义的生命。这是人踮伫世间存活的定心之矛，互人伫甲空虚共存的上时，袂致到互空虚来湮灭。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李婉德捌分享，伊甲以色列耶路撒冷市长泰迪克勒克的一段对话。伊问捌5度连任市长的克勒克是安怎有法度来解决耶路撒冷四分五裂、搁彼此摩擦的族群问题？市长反问李婉德：“你
你是科学家是无？李元德点头，佮请教伊为甚物安尼问。克洛克表示，科学家总是想着要安怎解决问题。阮所面临的问题早就已经存在千年之久。我要做的，毋是安怎解决问题，伊会牵动伤济的利益。我会努力的是安怎甲问题共存。袂少时候，咱拢想要靠着家己的智慧来解决问题，总是上帝有时阵会亲像木者相款，用大刺的木棍，甲偏离正道的咱拍互清醒。上帝可能会带领咱行一条咱无想要行的路，总是伊会一路引带咱行上平安的道路。伫时间的考验中，无论咱做甚物，一切拢会受摊牌伫日光下面接受检验。独独只有敬畏上帝，佮遵行伊的命令，才会当互咱定根伫永恒。默想，我深信，佮我的主佮我同在，伊有智慧和能力处理一切状况，甩去我心中沉重的负担。我深信，佮我的主佮我同在，伊有智慧和能力处理一切状况，甩去我心中沉重的负担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主，求你成做我性命的牧者，用大刺的木棍驱斥我，互我搁较亲近你。求你赐予你的话语，互我会当遵行你的话语，成做我的定心之矛，互我伫康复的人世中间安安倚靠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有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